成绩、名声、结果真的定义我是谁？掌声来了又会走，世界从来不完美。如果一切都在变，什么价值不会碎？当命运不给答案，我还能怎么面对？斯多葛说得很清楚，外在从来不可靠，财富、健康、他人眼光都可能随时动摇。只有担心属于你不会被时间夺走，怎么判断，怎么行动才是你真正的自由？不是结果定义人生，不是运气决定高度。当你守住内在尺度，心就不再被拉走。有些事情能掌控，有些只能学会放手。情绪、选择动机是你该负责的时候，世界怎么评价你不再左右你行动。人格一致，心不分裂，就是斯多葛的成功。世界怎么变我不能全选，但我能选择成为怎样的人，能控制的我全力以赴，不能控制的我学会放手。斯多葛提醒我，真正的自由不是赢过世界，而是不迷失。